最近 Neo 比較 hit 嘅當然唔使講係20寸嘅版本啦，9速線控版本同埋12速電變版本同步發售。客人選擇我哋嘅2號購車大禮包，有充電嘅前燈安裝喺頭柱嘅位置，仲有唔同燈光模式俾你選擇，係用 Type C 嚟充電嘅。另外呢，我哋隱藏式嘅鈴鈴聲音清脆，擺脫以往比較大嚿嘅造型。充電式嘅尾燈同前燈一樣呢，都係 Type C 充電，撳一撳佢，你就可以着燈，仲有唔同嘅模式，非常正斗。客人俾咗個清單，我哋要求執下部車。短片入邊係來自 T-Pass 嘅一體式增高豬臂扣，增高係為咗方便喺前叉位置落到燈架。如果唔係，兩嚿嘢就你頂下我，我頂下你㗎啦。跟住客人再換埋型格款式嘅橢圓盤片，有52、54、56齒俾你選擇，增加速度。跟住再換埋幾粒原彩色嘅盤釘螺絲。喺 Wheel Top 嘅波腳換晒2塊陶瓷導輪，增加順暢度。一齊嚟望下佢空轉情況底下令人治癒嘅順暢感啦！原廠嗰塊11至40齒嘅12速飛輪，上車能力真係正到爆炸。不過廠方有塊牌仔喺車頭提示，某啲波段請勿進行倒鏈，譬如最高嗰3波，最低嗰2波，否則就會卡鏈嘅。客人選擇揀齒比更加綿密嘅 Shimano 11至36齒飛輪，配埋12速嘅 Shimano 鏈條，呢個狀況底下倒鏈都冇問題。增加平時用車嘅方便性，一支 T-Pass 嘅腳撐係或不可少嘅。另外客人亦選擇更換襯色用嘅140mm 碟片。呢一支係滑行轆伸縮桿，呢嚿嘢係 Neo 平價法寶之一，可以增加摺疊後嘅平衡度，增高推車嘅順暢度，增高個車身，令你可以更換更高嘅 M 把，同時亦都令到避震膠冇咁貼地。20寸版本嘅用家留意，最 fit Neo 用嗰款伸縮桿即係100幾 mm 嗰款咧，佢嗰支桿係唔夠長拉到去轆邊嘅，反而要佔戒指嗰一款比較長身117 mm 嗰款後期略略加工就可以達至完美嘅效果。喺轆仔嘅旁邊需要攝2塊嘅戒指，如果唔係轆仔就會貼實大轆，影響推行㗎啦。咁攝完戒指之後，成個距離闊咗，空間多咗。喂，口講無憑，你話好推咗，係咪真係好推咗啊？係咪純粹想屈人買嚿嘢咋？嗱，你唔介意睇阿叔推車，我依家即刻示範推呢部20寸 Neo 俾你望一望。喺加咗伸縮桿之後成部車推動嘅時候，平衡感又略為增加，底部嘅避震亦都因為支伸縮桿而提高咗。我自己就覺得好推咗啲啦。喺唔同嘅討論區都見到好多師兄師姐自己加咗落去，的確佢帶嚟嘅好處係好多嘅。但係裝咗之後要留意踩單車嘅時候，隻腳擺放嘅位置唔好太貼近車身嘅一邊。如果唔係隻鞋就容易刮到個助行轆㗎啦。酷溫啊酷溫，如果裝埋貨架會有咩好處壞處啊？壞處當然係個重量會略為增加啦。咁但係好處就係令你推車嘅時候比起加咗伸縮桿之後，嗰個推動嘅流暢性會更加大咗，亦都可以令到個車褪前褪後亦得。所以加唔加伸縮桿，加唔加貨架，非常睇你平時點用部車㗎。呢條短片係客人加裝咗貨架之後，幫我褪前褪後，演示下加裝咗貨架嘅一個順暢度嘅。好啦，今日 Java Neo 小改裝嘅介紹又到呢度啦。Java Neo 20寸電變版、線控版，我哋同步發售，包安裝、包送貨到你屋企樓下。歡迎 WhatsApp 我哋54829987，我哋仲有改裝服務㗎。